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零负债，曾几何时，零负债居然变成了津津乐道，是吧？零负债居然变成了社会成功人士啊！我们今天聊一聊零负债。虎嗅 APP 2020年6月13号刊登一篇报道，叫《零负债的深圳人，清醒背后藏着代价》。常言道，深圳赚钱深圳花，一分别想带回家。很多人在感叹存钱不易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声音更扎心，在深圳哪有几个年轻人不负债的？这不是贩卖焦虑，而是冰冷的现实。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于2025年初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显示，90后负债率高达 78.3%，平均负债 12.1万元，每个月工资一发，先还信用卡和花呗，再交房租，一套流程走完，账户余额只剩个零头。这哪是月光族，分明是秒光族。有人开玩笑说，房东和花呗简直是当代年轻人的两个爸爸。但在这个不确定性蔓延的时代，一个新趋势正悄然流行，越来越多的深圳年轻人开始把零负债当作目标。一个社会大家追求不负债，这个多多少少都说明出了一些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们边看边说吧。他们之中有一些人保持清醒而决绝，房贷车贷一样没有，信用卡花呗统统关掉。有人曾深陷债务泥潭，幡然悔悟后已清零上岸，更多的人还在努力化债还债的路上，已把零负债认作目标与信条。常言道，长安居大不易。在深圳，零负债这3个字听起来确实硬气，但要做到并不容易。文章说，深圳人各有各的负债。在深圳，一个人把零负债当成目标和准则，背后的原因往往不止自律那么简单。从深陷负债到拼命清零，再到尽力维持，这才是大多数人走向零负债的真实轨迹。摊开深圳人负债图鉴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往往负债时有多窘迫，零负债的决心就有多大。最容易让人陷进去的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消费分期。老王刚毕业在南山上班时，月薪只有4000，为了和身边的同事一样体面，他咬牙买下最新款的 iPhone， 以24期免息分期付款的方式。当时觉得每月才还款200-300，少出去吃顿饭就出来了。但这种轻易获得好东西的口子一旦撕开，欲望的大门就彻底关不上了。后来他又入了摄影的大坑，索尼、微单、各种镜头、稳定器，一笔接一笔的分期账单叠在一起，不知不觉中，他的每月还款额从最初的几百元滚到了好几千。一个 iPhone 每个月几百，但是叫什么积沙成塔，是吧？各种东西越积越多，最后你一个月按揭就到了几千块，这比买个房子还狠呐！电子支付加分期的组合削弱了花钱的肉疼感，让他误以为自己拥有了远超收入的购买力。但现实的回旋镖来得很快，接下来几年他迎来人生中最窒息的日子。总额几万元的负债将他压得喘不过气，工资还没捂热就得打进银行还款的 APP 里。他不敢生病，不敢辞职，连和朋友聚餐结账都要在心里盘算半天，就像踩在跑步机上，不能停，停了就摔。比消费贷更疼的是为野心买单的经营贷。30岁的阿亮前几年跟朋友合伙在龙华开了一家精酿啤酒店，背了数十万的经营贷，后来撑不住，店面关门，账单却每个月逾期而至，眼看贷款要逾期，那种要变老赖的恐惧天天像石头一样压在胸口，让他整宿睡不着觉。如果说分期免息具有隐蔽性，那么房贷就是成年人最显性的终极花呗。游子和她老公
正朝着零负债努力。2018年，他们在长沙购买了一套婚房，商贷76万，30年期。过去7年一直在深圳赚钱来还老家的房贷，早期利率高时月供4000多，后来 LPR 下调，月供降到了3400。去年有一天，游资仔细盘算了一下，还了7年，本金才还了10万，而利息却交了20多万，还剩66万的本金。我估计他的房子现在卖不到66万呢。这意味着这几年完全是在给银行白打工，那种被长期房贷死死套牢的无力感瞬间击中了他。以前收入不断增长时没什么感觉，现在觉得特别亏。游资坦言，在当下的经济大环境里，除了除非炒股买基金，否则买理财或存定期的收益根本跑不赢房贷利息。就这个认知，那还得吃亏。我也只能这么说，会炒股买基金，他现在应该感谢自己不会买基金，避免了很多损失。如果他会炒股会买基金，那么他犯的错误和他买那房是一样的。所以说，有的人撞了南墙，他也不明白咋回事，脑袋撞破了，他也不知道咋回事。我们说吃一堑长一智，有的人吃一堑，那就是真的吃了一堑，还想吃第二堑，吃一堑多一堑，他长不了一智，这就是悲哀。我们吃亏很正常，每个人这一辈子路上风风雨雨，经常会吃亏，各种原因导致的。但是我们要做到吃一堑长一智，这是最起码的。负债就像一个泥潭，大多数的人都是在陷进去之后才看清自己早已进退两难。这就是我这5年来做节目，恒大暴雷以来，是吧？咱们天天做节目，天天说的。现在如果你是一直看我节目的，你才知道这个节目的价值。真以为是有价值，所以也经常会戴口罩，因为你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。你不负债，你不背起债务，那人家怎么当老爷，对吧？你不做牛马，那主人怎么办？文章第2部分说，清零那一刻没有狂喜，不管契机是什么，当账单上那些滚动的数字真正归零的那一刻，那种如释重负又夹杂着虚脱的复杂痛感，只有经历的人才懂。对于深陷分期泥潭的老王来说，他走向零负债的转折点是在人生的一个关键节点，准备结婚了。当时的他正经历着各种长期分期账单的毒打，每个月拆东墙补西墙，凑最低的还款额，更别提存款了。纸终究包不住火，老王硬着头皮把几万块的债务窟窿告诉了未婚妻，两人大吵了一架。老王这才真正慌了神，那几年拿分期消费换来的所谓体面，不仅是个泡沫，还差点把未来的生活彻底砸了。为了给将来的小家一个干净的底子，老王放下面子，找爸妈借了钱。一个快30岁准备成家立业的男人，在电话里向父母坦白了自己因为超前消费欠下的烂账。面对父母长久的沉默，他羞愧难当，用父母的血汗钱去填自己为了虚荣挖下的坑，这种滋味异常煎熬。实际上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，我的亲戚一个晚辈，我在以前节目都说过好多回，他这个什么2本大学的时候就开始，因为家里人农村的，父母没有文化，没有上过学，只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在工地上干活，就干那种特别苦特别累的搬砖，什么钢筋工，一天300，一天250，就干这种活。那儿子一样的，跟这个老王是一模一样的。上大学，那肯定别的同学有手机，他也想买个好手机；别的同学有好的电脑玩游戏，他也想买个好的电脑；别的同学抽好烟，他也想抽好烟，喝饮料，也就是他跟别人攀比，甚至他比别人还厉害。这个就是一种自卑。农村的孩子很容易一攀比，他就更容易自卑，花钱就大手大脚，就花呗借呗，这个烂账越滚越多，他花呗借呗还不上，他就自己在高利贷上面网贷利息，他越滚越多，最后他到底贷了多少网贷平台都不知道，最后也是他父母出面帮他平这个烂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催款电话打到他家，他们家是农村的，都打到村委会，都打到他父母那儿，甚至我这儿都接到了电话，各种律师函都发到他们农村，
我有一次还陪他爸还去取律师函，路过说取快递，取来一看是个律师函。我给他爸的建议就是给他撕了，不行你就给你儿子搞个法律文书，断绝关系，谁催债也别搭理他，1毛钱不给，他自己反正一个光棍，你怎么着没用，你给他限高，你给他失信，反正人家自己馒头加榨菜。但是因为农村人胆小，他这么多年辛苦打工赚的几十万填进去，那绝对是血汗钱，最后才把他这个烂账给平了。实际上你说这个小孩他就是吃喝，他能吃50万吗？不可能，这里面至少40万是利息。我身边这样的小孩还不是一个，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对这种互联网平台、网贷平台非常痛恨、憎恨的一个原因，也就是他让那些本来你很难贷款，你很难去犯错误，结果让他们非常容易的犯错误，手机点一点钱就到手。但是这些钱最后都是由父母来还。拿到家里打来的钱后，老王一次性结清了所有分期账单，看着屏幕上所有贷还额度恢复为0，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没有狂喜，只有一种大病初愈的虚脱感，以及深深的愧疚和后怕。他回忆到，当下他也暗下决心，这辈子都不想再碰分期了，怕极了那种让最亲近的人跟着担惊受怕的失控感。后来老王工作有了进展，涨了薪资，欠父母的几万块，他陆陆续续花了2年多，靠着节省和周末兼职还清了。真正不欠任何人1分钱的那一天，比银行 APP 归零晚得多，但那才是他心里真正踏实的一刻。阿亮也找了父母，但掏空了老两口的养老金还不足以填平银行的窟窿，只能拉下脸四处找朋友借钱。债务没有消失，只是转移了，甚至多了一份人情债。他后知后觉，发现这比欠着银行更让人喘不过气。欠银行的钱是被催收的紧绷和窘迫，欠朋友的钱却是一场长期的心理凌迟。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敢和朋友主动联系，看着借钱给他的哥们儿买房生娃，他连点个赞都心虚。为了尽快还清亲友的钱，他在福田找了份固定薪资的工作，尽量压缩自己的生活成本。朋友约会或者旅游都找借口推掉，换辆电动车都要纠结大半个月才敢下手。几年下来，阿亮欠父母和朋友的钱还清了大半，虽然还没有彻底上岸，但心态轻松了不少。再熬一阵子就能还清，不用为欠朋友的钱而心虚了。他对负债的态度也变成了绝对的敬畏。在没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前，普通人强行加杠杆，就是在拿全家的命去赌。这个他算是有所领悟，那就花钱买教训，花了钱你要买到教训，这好歹呢，就怕是花了钱你也没买到教训，这才叫要命。游子夫妇也还没彻底还清房贷，但他已经尝到了提前还贷的甜头。去年11月到今年3月，她和老公3次掏出存款，提前还了30万贷款。这一通操作直接把剩下的23年的房贷年限缩短了10年，相当于省下23万的利息。看着剩余本金数字一点点往下掉，太有安全感了，感觉每还一笔就离自由更近了一步。他自嘲醒悟的太晚，错过了前5到8年提前还贷的黄金时间。这就是我在恒大爆雷以后是吧，天天说啊，不厌其烦是吧，赶紧把按揭贷款全还完，赶紧把理财全拿回来，把钱就存公行。很多人当时不懂不明白，因为整个社会资产在缩水，对于普通打工人来说，摆脱了债务并不意味着从此拿到了人生的爽文剧本。在深圳，想要维持零负债，往往还需要支付隐性成本。文章第3部分说，零负债背后的得与失。经历过分期账单毒打的老王，虽然嘴上说着再也不碰了，但完全抵抗消费主义的诱惑哪有那么容易。账单清零后的头半年，他经历了好几次严重的戒断反应。有一回，一款期待已久的新手机发布，他看了大量测评和社交媒体人的分享，最终没忍住点开购买页面，熟练的勾选24期免息。这就是狗改不了吃屎，
因为他父母帮他渡过难关了，他还没有领略到这个杀伤力啊，也就是他没有真正的汲取经验教训。鬼门关前走一遭，反而变成了一种侥幸。但在手指即将按下支付的那一刻，他脑子里猛地闪过向父母开口借钱还债的使他憋屈，便像触电一样锁上了屏幕。最后一刻放下了他的小铁锤。为了不让自己重蹈覆辙，他卸载了种种种草软件，关掉了电商推送。老王的清醒是因为他怕了。所谓的跟消费彻底绝缘，本质上是无数次在深夜里跟自己虚荣心互扇巴掌，硬生生把想花钱的冲动憋回去。这种在欲望面前强行踩刹车的痛感，就是维持零负债必须支付的代价。而对于游子来说，想要实现提前还贷和零负债，就要有极强的攒钱定力和漫长的物欲降级。为了凑齐一笔10万块的提前还款额，他几乎砍掉生活中所有非必要的开支。以前周末娱乐习惯了去商场逛街下馆子，现在统统降级了，成为逛免费的公园，20-30块钱的奶茶和咖啡彻底戒了。工作日也买菜带饭，精打细算的过。算清了银行的利息账后，他如今的态度极其决绝，宁可现在手头紧一点，也要继续硬攒钱，争取明年彻底清空房贷，绝不再给银行打一天白工。才明白，正是看透了大多数人在负债泥潭里挣扎，有极少数人选择了从一开始就强硬拒绝。阿杰在南山干了7年程序员，手机里没有任何借贷金融软件，花呗额度也手动归了0。这种本能的防御不是天生的，而是从小耳濡目染被塑造成的。小时候家里条件一般，父母为了供他读书，借过不少亲戚的钱，常常要盘算着怎么开口跟亲戚解释今年再缓一缓，那种低人一头的感觉他一直记着。工作后他给自己定了一条死规矩，绝不欠1分钱，无论是亲友还是银行。有些东西不是买不起，是不想被负债绑住，那种感觉不舒服。买任何东西他都会坚持全款，前提是真的需要。对待车和房子的态度也一样。你看，这就是痛定思痛，多么痛的领悟。说将来我要买房，肯定也会是全款买，不想当房奴。如果一直实现不了，那也没关系，租房也挺好的，这才叫领悟啊！今年上海小阳春、深圳还有北京的小阳春楼市成交的都是200万、300万的。你要想象一下，在北京、上海200-300万，在那个市中心，你说能买什么房子？大家脑补一下，反正我是没见过。我在想北京什么西城、东城、朝阳，你200万买的房子那叫什么房子？就这个人家也坚持全款不贷款。为什么？你200万买房，如果你要贷款贷170万，30年你的利息大概也是170万，也就是你30年里面你要给银行不仅要本金170，你利息你还得掏170，什么概念？这30年啊！这就是为什么今年成交的都是200-300万的，完了基本上都是全款，很少有人贷款，贷也贷的很少。这就是零负债啊！这就是被社会铁锤打完之后，很多人醒悟了。那是没办法，刚需房必须要买，那买我就全款，尽量降低杠杆，能不贷就不贷。无论是老王的，尽管被不少同事朋友说过太保守，还会因为在深圳这么久没车没房，被部分亲戚贴上失败混得不好的标签。但阿杰并不在乎，因为卡里实打实的存款给了他工作和生活中敢说不的底气。无论是老王的克制、阿亮的敬畏、游子的决绝，还是阿杰的清醒，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拼命夺回生活的控制权。那他生活的控制权被谁夺走了呢？就是被负债。那现在这些人想明白了，要夺回控制权，实际上就是零负债。最后文章说，有人说零负债是当代年轻人的人生顶配，但在我看来啊，零负债并不是什么标准答案，它只是一种活法，也有其隐藏的代价。它的本质
从来不是账单上那些归零的数字，而是把对生活的掌控感一点一点的夺回自己手里。这并不意味着提前消费和杠杆就是错的，只是在可承受范围之内，它们同样是一种合理的选择。负债与否，从来不是评判对错的那把尺子，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足够了解自己，了解自己处于什么阶段，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又能承受什么样的代价，然后为自己做出每一个决定负责。与其纠结站哪一边，不如问自己一句：这个决定能让我晚上睡得踏实吗？这个是虎嗅 APP 6月13号他的一篇文章，叫零负债的深圳人清醒背后藏着代价。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代价是啥，看了半天没看出来。零负债，我谈谈我的看法。负债首先你要搞明白你负的什么债，为什么要负债，你去把这个搞清楚，为什么而负的债。那负债分两种，我简单的分一下两种，一种是消费，我提前消费负的债；一种是投资负债，我借钱是消费，这是一种。一种是我借钱是为了投资，比如开餐馆，跟哥们儿开个奶茶店，去投资那啥红绿市场创业，这都是属于投资类的负债。还有实际上买房也是投资类的负债，但是它也接近消费，是吧？所以买房相对来说比较特殊。那剩下的就是消费负债，你比如说买车就是消费，你没人说买车是投资吧？买手机，买个单反，或者是为了摄影买个摄像机，是吧？或者是照相机，贵的也好几万。有人运动买车买装备等等，消费负债。比如说孩子要上这个辅导班，你没钱，你借的钱，这都是属于消费。所以总体上消费负债无论什么时候，我的建议要谨慎。消费什么意思啊？消费就是你这钱花的就花掉了，你靠什么来还？你靠你努力，你的工作，你去干别的事情，那儿赚钱有现金流回来还你的消费。所以消费你相对来说更谨慎，不管是经济好经济坏，不管是经济在上升经济还在下降，为了消费负债你一定要谨慎，因为这个钱被你消费掉了，它自身并不能产生什么价值。消费它只能给你提供一些情绪，或者是让你觉得有面子，人靠衣装马靠鞍，是吧？你把自己整得好一点，你这样买个奔驰开着显得自己混得好等等的，这种钱花了就花了，它是消费。那你全靠你干别的事情挣钱了，现金流来还这个，那你就得考虑你未来工作你能不能赚钱，你干啥赚钱。所以无论是经济好还是坏，消费负债这个一定要谨慎。投资负债那这个就说到了，什么叫说呢？咱们也不能说你就不能投资，咱们是韭菜就不能投资，不是这意思。经济往上走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投资啊，但是这个投资不代表你就能成。经济往上走的时候，投资可能是更容易成功，10个人里面恐怕有4个人能成功。而经济下行的时候，10个人里面有10个人都不能成功，那你为什么还投资？你看那餐馆每天都在关门，你为什么非要去开个餐馆？你借钱，你看那个房子它在贬值，那你为什么非要去买？贷款买完了之后，你还给银行要交，你贷100万给银行付的就是100万利息，30年你在给银行打工。但是房子在涨的时候，你说我买房子，这个时候银行是帮你，因为你买不起，银行给你贷款，银行收你点利息，结果你赚的更多，对不对？你花了你这100万的房子，你花15万的首付买了，银行给你贷款85万，虽然你这30年你要给银行也还利息都90万，但是你这房子你只出了15万，结果第3年这房子就涨1倍，变成200万，你15万你就净赚多少钱呢？你赚了100万呢，3年，对不对？你把这100万，你拿15万赚了100万，完了你把房子一卖，把银行的85万利息一还，80万的本金一还，你把利息再去掉，你净赚100多万，拿15万赚了100万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杠杆的魅力，这就是银行在帮你，银行叫活借风势。但是在房价下行的时候，那银行给你贷款的也是害你，你本来你是没钱，你买不起，你只能作罢，是吧？结果银行说给你贷款85%，你自己只要付15万就行了。结果你一买之后，你付了15万，银行给你贷款85万，第3年以后房子就变成50万了。你银行的贷款还有85万呢，结果你的房子一共就值50万了。你把房子卖掉，你还欠银行25万，35万，完了你自己首付15万也没了，你中间还的利息也没了，
你知道你赔多少吗？这就是杠杆。好的是，就资产升值的时候，杠杆在帮你；负债就是杠杆。资产在下行的时候，它就是这玩意儿叫助涨助跌；下行的时候，它就助纣为恶；上行的时候，那就是雪中送炭，如虎添翼。所以你要判断是什么个形式，我才决定是负债投资还是不负债投资。当房地产的金融属性被去掉以后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绝大部分地方，可以说80%以上的房子以后只有住的功能，没有什么金融属性。什么叫住的功能？就是这个住的地方。你说想卖还挺不好卖的，没人接盘，卖不掉。它还没有什么流动性，就像县城的房子，没有什么流动性，除非你卖的特别便宜，租也租不出去。这个房子这叫只有住的功能，没有任何金融属性。以后80%、90%的房子恐怕是这样的，只有少部分城市，1、2线城市核心地区那房子它有金融属性。什么叫金融属性？就是说你想卖，马上就能卖出去，你只要价格稍微优惠一点，马上就有人买。你想租，你能租得掉，这是个好的金融资产。至于它能升值，那就更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它升值，那就更好的金融资产。是说什么叫金融资产？它要有流动性，你能马上把它变现，变成现金。你不变现金，它还能生息，它每个月源源不断的给你带来现金，那租金就是现金，你能租出去，这叫金融资产，这叫优质的资产了。以后只有北上深个别的1、2线城市，它的核心区，它的房子才有这种功能，其他地方都没有这功能，都只有住的功能。你贷款去买，那就是消费，你贷款消费。所以说咱们又回到贷款消费那个逻辑了。你贷款消费，那你就自己看着办，能不能还得起，你的工作能不能稳定，你的收入是不是一个月比一个月多。它没有金融属性，它已经没有说往上涨的空间或者可能，你还背着那么多的银行利息。所以我一直说我们要用消费的眼光看房地产。你消费得起你就买，消费不起你买这干啥？就像奔驰也挺好的，你贷款买个奔驰开着，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吗？那所以说现在90后负债率78%，那基本上所有负债的人现在我也不能说100%，至少90%几的日子都不好过，因为资产在缩水。他的工作，你看90后现在也30多了，工作已经到了35岁，到了要换赛道的时候了，日子不会太好的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你指望他消费，他怎么消费？刚才这文章里介绍了，为了还钱还贷款是勒紧裤带，各种勒，连同事朋友约会出去聚餐都不去了。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下，你78%的90后的负债，你说要把消费给刺激了很难。那现在问题是什么呢？那00后还好，虽然毕业之后就找不到工作，毕业就失业，但是他也成功了，是吧？没有在房地产最高的时候进去接盘。而90后正好赶上这个点儿，他年纪到了，都是20多岁、30岁要结婚要生孩子，这时候他能不买房吗？所以正好赶上那个点，是吧？2021年房价最高的时候，他就是在那前后进去的。这一批人，他就是时代，他年龄到了，有很多人越努力越吃亏，勒紧裤腰带七大姑八大姨借钱跑去买套房结婚，孩子上学，结果现在还在还债，是吧？而且他的工作现在也受到挑战，不是人工智能要取代他，公司要优化。即使公司不优化，他已经30多岁，已经到了换赛道的时候，所以是过得都非常惨了。恰恰00后正好躲过这一刀，他没买房，他也不打算买了。他一看这形势，我租房也挺好，坚决不负债。所以这个社会发现不负债的人活得最自由，他没有软肋，他不负债，他连谈恋爱、结婚他都不干，更别说生孩子了。他已经看得很明白，活着挺好。一个人活着压力不大，你租个单间也就700-800、1000，有的还不租，跟父母住一块。你钱多你多花点，钱少一个月花1000也可以，加上房租2000块钱，他就过得挺好。2000块钱他找个事，找个什么活干干，干一个月歇一个月，干半个月歇半个月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他1年也能混下去。他没有压力，他没有说到点我就要还银行贷款，到点银行短信就来了，说你这个月还要还4800，请做好准备，是吧？保证账户上有余额足额，每个月都来一回，每个月到点就来。但是你的工资是不确定的，这个月能不能发多少，会不会延迟不知道。但是银行的短信是吧，如约而至，绝不迟到。
哪受得了？所以说现在00后人家叫什么？不传宗接代是吧？没有房贷，没有车贷，也不传宗接代，这也是极致的清醒，这也是被社会铁锤磨练之后得出来的结论。你不给我工作，我干脆也社会提供不了好的工作。3.2亿人灵活就业，你说这3.2亿里面有多少年轻人呢？多少00后，多少刚毕业的？3.2亿灵活就业，灵活就业什么意思？有今天没明天，今天上班，明天休息，后天也不知道去哪儿找工作。你提供不了固定的工作，稍微稳定的工作，人家干脆房贷、车贷、传宗接代，统统的不考虑。那有的人就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没办法。日本消失了30年，别的我不记得，我只记得日本消失了30年了。日本慢慢的就变成一个低欲望社会，是吧？很多人宅女就出来了，他也不愿意社交，一个人在家里面看动画片，看 A 片是吧？喝可乐，快乐宅男什么快乐水是吧？肥宅等等，反正总是日本消失了30年，人家大量的年轻人，一代人这种低欲望社会，实际上这个不就跟我们现在的00后一样吗？00后现在开始就是低欲望社会，不谈恋爱，自娱自乐，也不消费，没钱消费。你要刺激他，你不如给他找个好工作。所以说，零负债实际上是一种经济低迷之后极致理性的一个无奈选择，零负债。而当资本现在开始打零负债人群的主意的时候，认为零负债人群作为未来的消费主力，那这恰恰说明已经走到了绝境。第一个，已经消费的能消费的人他消费不了了，因为他已经失信了，愿意借钱消费的都已经失信了，剩下的这些人是坚决不消费的，你去打他主意只能是如虎谋皮。所以当资本当媒体把目光盯向零负债人群，想刺激他们为消费做点贡献，恰恰说明穷途末路，恰恰说明愿意消费的那批人，他们由于收入跟不上，他的贷款都还不起了，失信了，征信坏掉了，这些人反而是愿意消费的。年轻人已经明白了，没有车贷房贷，不传宗接代，那么一个月2-3千，好像过得也还滋润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